我只係要求我總之有個腦同埋有隻眼啦，我其他嘢冇我都覺得唔係世界末日。有冇感覺嗰樣嘢係你自己控制嘅？即係如果你真係每一件事你都感覺好奇同興奮，無論發生咩事都有感覺。我唔知係咪關我由細到大做好多次手術啦，曾經都有醫生講過話咦你應該 brain damage 過，所以你記唔到字。中三嘅時候咧係嗰陣應該係我做完第一個手術翻咗去英國讀書。細個都幾中意運動，咁我就唔做得任何運動，咁然後每一日我都要俾其他同學早10分鐘離開課室，因為我唔可以俾人撞到。嗰幾年係有啲孤單嘅。我記得我其實頭一轉我都唔記得邊本先，我係睇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 係 Freud 嘅，咁我就喺度研究夢，咁然後我就自己係沉迷發夢呢樣嘢，開始寫 Dream Diary。我記得試過連續3晚係接住個夢啊，即係而家好多人講清醒夢啊，我都係而家先聽翻，原來我細個做緊嗰樣嘢就係練習緊嘅清醒夢嘅。同一時間我就睇咗呢本Sophie's World， 咁我睇咗頭嗰幾頁我已經愛上嘅，就係第一個問題就係即係你係邊個？有一個比喻啦，有個魔術師喺個帽度變咗隻兔仔出嚟，咁嗰隻兔仔每一條毛嘅尖端端嗰位咧，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啦。咁好多人係選擇捐翻落去佢最暖嘅地方，但係一個對哲學有興趣或者一個哲學家就會選擇留喺嗰個端端位去睇究竟點解呢隻兔仔會變咗出嚟啊？邊個變呢隻兔仔出嚟？我記得我細個成日同人講咧話 ，Let's make every day exciting。無論冇事發生都好，咩都好，你都要好 excited 咁樣去生活落去。後半段呢本書就係會提到嗰個主角發現自己原來佢只係故事裏邊一個角色，佢唔係一個真人。存在一樣嘢又係我人生係好關心嘅事嘅，我寧願我有啲唔好嘅事發生，都唔寧願冇感覺咯。係每一種感覺令到你自己 realize 自己生存緊。由細到大做好多次手術，我好懵啊，我個人我成日都咁，所以去到我睇書，我會好自然一路睇就變咗 visual， 然後我就記住咗我自己諗出嚟嗰啲 visual。我會比較多一啲art exhibition 嘅書，因為14歲開始做電影啦，經常每一日要去買雜誌翻去俾我前輩睇，我就夢想自己將來大個咗個 studio 可以儲咗分晒類，到而家好多人捐俾你嘅時候，你又冇位擺啊！咁去到我讀大學嘅年代咧，我就睇咗呢個 artist 嘅展覽，佢叫 Bill Fiala 啦。當年好 mind blow 嘅原因係咧，你入到嗰個博物館，你見到一張好靚嘅相，係喺個燈箱，然後你會企咗喺度望好耐，點解呢個人掙扎得咁真嘅咧？喺度望望下，你發現佢原來慢慢喐緊，即係有個男人喺度崩潰地喊㗎嘛。但係講緊2000年啦，大家嚇，即係一個 high speed 未存在，咁薄嘅電視係未存在。係佢令我發現咧，原來好得意喎！人類睇一啲慢鏡嘅嘢咧，嗰個感覺係會比較濃。咁然後你睇一啲加速嘅片咧，你感覺係會比較淡。到我 master 畢業嘅時候，當我做咗好多個作品關於我嘅脊骨啊嘅手術啦，咁我諗咗一啲關於 physical pain 點樣影響 mental 嘅 pain。有一次脊骨手術，我就叫我醫生幫我拍低我個手術嘅過程。我用咗8個月嘅時間先可以的起心肝睇到條片，因為我每一次想開嘅時候，我冇辦法接受睇住人哋點樣開咗我個背脊18寸。咁然後我就諗個方法，不如我將條片6個鐘，將佢轉到變6分鐘先。跟住我就再將條片抌落去，擺咗個 filter， 就令到佢咧啲紅色嘅血變熒光粉紅，將我嘅肉變到綠色。終於有一日我係順利睇得晒條片。咁但係因為我 speed up 咗，我就開始諗起 Bill Fiala。咁係唔係其實我將任何嘢用 high speed 過濾咗之後，個感覺就會濃啲咧？翻去電影，其實我哋成日都好 common 去用呢個方法。原來喺嗰個要你好專心坐喺戲院度睇住一部電影，其實導演係利用呢2個鐘不斷玩弄緊你嘅情緒。
而你被唔被玩弄到，其實係睇你有幾墮入去。我公公就40年代喺上水開影樓啊，婆婆第一次見佢咧就係17歲嗰陣，就同個 friend 上去影樓影泳衣相。原來喺40年代已經好 common 㗎啦，但係佢啲泳衣都唔係咁性感嘅，即係啲背心仔加短褲咁樣。咁然後嗰張相仲喺度嘅，不過啱啱宏福苑火災燒咗啦，應該係啊。但係好彩咧，喺我公公婆婆過身嗰2年咧，我就將嗰啲相 scan 晒，做咗本書仔。我喺前年就拍咗一個微電影啦，係陳奕迅有首歌叫《盲婚啞嫁》，因為嗰陣公公就嚟走嘅，即係103歲，咁我就拍咗一個故事係 base 喺40年代香港影樓，借咗一啲嗰年代相機啊，嗰陣啲菲林筒啊，拍完呢條片咧，我未出街我就翻咗宏福苑就俾我公公睇呢條片，佢嗰陣氣管有問題，總之佢一起身去洗手間或者咩，佢就會扯10分鐘下。跟住扯完蝦一睇就好興奮，哇！我以前啲相機，我以前啲菲林筒就好開心，咁就好似好正常咁樣個傾偈。咁然後佢睇完之後就當晚佢就離開咗啦。我冇乜諗過死嘅，其實即係我人生因為太多爭啲死嘅經歷，我唔知點解我個人咧成日都遇到啲好奇怪嘅事嘅。即係我撞過9次車啦，但係全部都係錯人嚟嘅車啦。我想研究下死亡係咩回事。近排因為我籌備緊自己部電影，所以我都係咁揾啲有落雪嘅情景嘅電影嚟睇。然後睇到一部冰島導演1995年拍嘅一部戲叫《Cold Fever》。咁我睇翻90年代嘅冰島係點，然後我發覺佢入邊好多元素同我而家部戲好似。佢個主角就係爸爸媽媽喺冰島過身，佢要翻去嗰個地方做一個儀式，去令佢哋安息。跟住我就覺得哇！如果我認識呢個導演，我哋會係好朋友。即係我部戲即係叫《不得不好死》啦，探討無論係主角威廉啦，同埋另外有3個同佢好 close 嘅人，決定去冰島一個 road trip。去揾翻威廉翻嚟啦，思考自己嘅好死係乜嘢咧？由細到大做好多次手術，我預咗我老咗會坐輪椅嘅，一個人連基本去廁所都去唔到，瞓覺都瞓唔到，咁就會覺得 Frida 佢瞓喺床度，跟住佢有一個 bubble， 然後就有好多好 dark 嘅骷髏骨頭嘅感覺。咁所以我細個睇佢嘅作品，我已經覺得唔緊要啊，佢都瞓喺床畫畫，咁我第日可以瞓喺床度睇 mon 做導演，壓到好遠啊！我只係要求我總之有個腦同埋有隻眼啦。我其他嘢冇，我都覺得唔係世界末日。有冇感覺嗰樣嘢係你自己控制嘅？即係如果你真係每一件事你都感覺好奇同興奮，你就一定無論發生咩事都有感覺㗎。